止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阴狠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声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这封信是战伯伯要我交给你的。我儿红叶，切莫责怪自己。死在你的手中，对为师而言是一种解脱。错不在你，错在为师。当初不该把你送到审计营，害你沦为奸人所利用的杀人工具，太多无法弥补的错事，却还自以为自己是个尽忠尽孝之人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为师不愿意你再想起过去的原因。之前，为师教你做个忠孝两全的天地男儿，可是错了，真的错了。你尽忠尽孝，弄错了对象，都是为师害了你。所以，为师只有以死赎罪，以自己的死换你一命。东厂奸贼逼我将你绑缚诵经，否则便叫折剑山庄鸡犬不留。我不忍看着其他人受你的牵连，更不忍心让你死。为了救你，为了救折剑山庄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性命，所以，我只有以自己这条命来保住所有的人。过去你真的错了，为师希望你真心忏悔，真心赎罪，更盼你能保护好忠臣的遗骨，帮助东秦完成袁崇焕将军托付的使命。原来过去我杀的都是不该杀的人。战伯伯让我把这封信给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他的一番苦心。师父用死让我看清真相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你和叶红影之间，不是他死，就是你亡。只有他死了，这锦衣卫千户的职位，还有折剑山庄庄主的位子，才是你的。他不死，你还请长公明示。哼，自己的事情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长公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加在一起的武功，也不如叶红影。我听说，
你们折剑山庄有一套威力无比的盘龙剑阵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想看一看叶红影的听涛劈浪和盘龙剑阵到底孰强孰弱。不瞒长公，这套盘龙剑阵也是叶红影所创。不过，我还听说你们这个盘龙剑阵威力无比，至今无人能破。所以，你们师父不让你们轻易使用，就连叶红影，至今也没有找到破解阵法的破绽，不是吗？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，避免节外生枝。虽然我们要离开这里，但是战伯伯所做的一切却令我一辈子难以忘记。师父以死来赎罪，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不行，师傅到死都没有找到杀害小师妹的凶手。大师兄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要回去找到凶手，告慰师傅在天之灵。哎，事情也要分个轻重缓急。艾迪说的没错，我们得先完成袁将军的使命。好奇怪呀，马尚飞，你刚才怎么叫英雄哥哥大师兄，不叫他鸟人了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的道理你不懂吗？师傅就是爹，爹让我叫他大师兄，我就得叫他大师兄。不听爹的话，就成叛徒了。叶红影，你要去哪儿？今天我要替师傅清理门户。各位师弟，请听我说。不要叫我们师弟，你杀了师傅，我们早已与你恩断义绝。哎，各位师兄，我们都出自同一师门，大家别伤了和气。闭嘴！你要再多管闲事，连你一块儿清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清不清理的？你把我相公当什么了？切！各位，战伯伯和红影已经签过生死约，如果他赢了，就让我们离开东山县。你们如果再做为难的话，难道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们折剑山庄言而无信吗？言而无信。好，你们看看那是什么？现在你们已经出了东山县界，把你们缉拿归案，不算我背信弃义。缉拿归案？把我们缉拿归案是官府的事儿，关你们什么事儿啊？好，那你们就看清楚。锦衣卫，哎，我说各位师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路可以乱走，玩笑不能乱开啊！我们都是折剑山庄的剑侠，怎么能纯这只狗皮呢？快脱了！放肆！不乃锦衣卫千户，你们赶紧束手就擒，否则别怪我剑下无情。师父尸骨未寒，竟然立刻投靠了锦衣卫，对得起师父吗？对不对得起师傅不用你说，我心里清楚。请退下。布阵。是。盘龙剑阵，难道你们忘了这剑阵是谁创的？今天我就想让你看看，是盘龙剑阵厉害，还是听涛劈浪厉害？你们都不记得了吗？小时候是我教你们的武功。可是你杀了师傅，我们便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各位师弟，算我最后求你们，放我们过去。让你过去，可以，除非你把我们都杀了，否则你插翅难逃。
红影，你看。灵儿是你杀的。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不错，灵儿就是我杀的。灵儿，大师兄，杀人了！大师兄，杀人了！真没想到，居然是你！你对得起师傅吗？他对得起我吗？我伺候他那么多年，他不让我争功名也就算了，连庄主的位置他也不给我。他心里只有你这个大徒弟叶红影，我算什么？你一回来，就把属于我的全都给抢走了。你错了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什么。我错了，我想功成名就，我想扬名立万，我怎么错了？你是千户大人，你是9000岁的义子，你可以名满江湖。叶红影，我并不比你差。要是战天云肯帮我，我早就出人头地了。到现在你还不悔改，有你这样的师兄，我真是祖上缺德。我替师傅清你门户。不可以，毕竟我们是师兄弟。可是他坏事做绝了。我会废了头，让他反省忏悔。如果你真的拿我当大师兄，留条后路给他。我的手！断了你手，留你一命。希望你真心悔过，别让师傅和灵儿死不瞑目。我的手！叶红影，还我手！皇上，现在边关告急，您就不打算派兵增援辽东吗？并非朕不愿派兵，实乃朝中亦无可用之兵啊。如今关中饥荒，西北和中原各地流贼趁乱而起，为了赈灾平乱，各地守军已经疲于奔命了。真是外患未平，内忧又起。提起这内忧，微臣以为，归根到底，都是那魏忠贤滥用自己的亲信，他们贪赃渎职，鱼肉百姓，才使得天下怨声四起，哀声载道。爱卿说得对，魏忠贤就是危害天下的祸根。皇上可有良策？臣等定当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朕若有除奸良策，又何必坐镇愁城呢？你看满朝文武，说真话的人少之又少。但是朕知道，这里面不乏有忠义人士，所以朕因盼爱卿联络这些有志之士，共襄盛举，将奸贼一网打尽。我杀了灵儿，丢了我的右手，可是再也没有人能跟我争这庄主的位子，谁也别想跟我争，这都是我的。待我战天云退位后，将由北接任庄主之位。什么？竟然是传位给我！我费尽心机，不惜放弃一切，甚至杀了最爱的灵儿，断了右手。没想到到头来，我想得到的一切，原来早已是属于我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？为什么要耍我？啊！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叶红影真的不顾师徒之情，亲手杀了他的师父战天云？9000岁，卑职亲眼所见，他不但杀了他的恩师战天云，而且他的那些师兄弟们因为投靠了锦衣卫，结果都被他打成重伤。可是他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本座最担心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发生了？本座曾经给他机会，让他回来解释一切，甚至不愿把方宗的死怪罪到他的身上。难道他这么做，是为了告诉本座，我们之间的父子之情就此决裂了吗？不会的，他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本座给他的，本座对他是有恩的，他绝对不可能背叛本座。9000岁。您可别忘了，叶红影也是战天云一手拉扯大的，可是到头来他却落得个……请恕卑职直言，您一直认为叶红影是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，从现在看来，它不是狗，它是头狼，而狼是喂不熟的。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反咬你一口。那些有恩于他的人，反而成了他的口中美食。战天云就是个例子。当初潘如真以蜥蜴、马蛇子为例，提醒本座提防叶红影。但是本座实在是不愿意相信，他会背叛我。叶红影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呀？9000岁，据卑职所知，目前叶红影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混在一起。您别忘了，姓顾的那个孽种身上还藏着个秘密呢。万一落在了那些想对付你的人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哼，想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儿。本座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
紧张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我的手真的是干净的吗？啊，小少爷，下雨了？没打雷呀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摊成这么个女的呀？力气大也就算了，这呼噜打的，她还打呼噜。哎呀！哎，哎，哎，哎呀，我不得不出狠招了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原来你每次杀人之后，都会梦见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。是，我每次做的都是相同的梦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个有良知的人。以前呢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冷血无情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冷血无情。众师弟与我一起长大，我却把他们打成重伤，甚至还断了姚北一只手。这不能全怪你啊！你二师弟他作恶多端，投靠了东厂，害死了小师妹和魏姑娘，连你师父的死都跟他有关系。你砍了他一只手，对他来说已经算事轻的了。至于你其他的师弟们，他们违背师训，投靠锦衣卫，如果不教训他们一下，只怕会有更多的忠良义士遭到他们的危害。别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小师妹和方宗的死，我脱不了干系。还有师父，师父是因我而死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们都不会死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战伯伯是想用他的死，让你看清楚一切，换回你的良知。我知道战伯伯的死对你来说打击很大。如果你真的想忏悔，真的想赎罪，就请你跟我们一起保护好人院，保护好其他的忠良义士，不再遭到奸人的陷害。我该怎么做？我要你帮我们夺回那个铁盒，联络朝中的忠臣义士，一起扳倒魏忠贤。义父对我有恩，我不能反过来与他作对，我不能。难道你真的想做一个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吗？我不是罪人。我知道，你想做一个忠孝两全的人。可是，你效忠一个被奸臣把持的朝廷，那是愚忠；你为了一个为祸天下的人尽孝，那叫愚孝。别说了。难道你还相信魏忠贤吗？难道郑伯伯的死还不能让你清醒吗？我让你别说了。放心吧，师父不会白死的。在大是大非与个人感情之间，我知道该选哪一个。我会帮你拿到那只铁盒的。娘，我想去找爹玩。蛋蛋乖，再等会儿娘去给你买个布，做件花衣裳啊。那你赶紧买，买完了咱和爹一起回家。好，那你在这等我，不许乱跑啊。嗯。慢走啊！慢走慢走。这个玉兰制粉铺的胭脂水粉不错，9千岁一定会喜欢的。我们带点回去。是。请你把竹蜻蜓还给我。这个是你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竹蜻蜓把我打到了，我受伤了，很严重的。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请你把竹蜻蜓还给我。好吧，还给你。蛋蛋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随便跟陌生人说话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我刚才不想和他说话，可是竹蜻蜓打到了他的身上。关爷，对不起，孩子不懂
事，我给你赔礼了。纪玉莲，娘，那个人在叫你呢。不，你听错了，没人在叫你，快走吧。纪玉莲，你等等。这难民怎么会进城呢？谁家在开仓放粮？打探清楚。是。纪玉莲，孙伯瑜3番5次与本座作对，这些刁民里鱼龙混杂，骚扰京城，所以才将他们拒之城外。孙伯瑜竟不识本座苦心，贸然开城。骑兵9000岁，据守城的士兵讲，孙伯瑜拿的是皇上的手谕。皇上手谕？9000岁想想，要不是皇上给他撑腰，这老匹夫哪里会有这个胆子？孙伯瑜可真是个祸害，此人不除，必将成为9000岁的心头大患呐。可是上次杀他不成，只怕已经打草惊蛇。这一次贸然出手，你有把握吗？不敢说有10分把握，但差不多了。9000岁，你可曾记得10年前，神机营有一个名满江湖的头号杀手？鬼影柳叶。不错，鬼影柳叶的能力，你我都清楚。就是叶红影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可是10年过去了，此人音信全无，你有他的消息吗？说来也巧，卑职遇见他了。想当年，鬼影柳叶好像也是9000岁的左膀右臂吧？有时候想想，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和本座最亲近的人，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。10年前，鬼影柳叶如此；10年后，红影也是如此。想想，可真叫人心寒呐。义父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？您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人心寒。红影，大胆叶红影，戴罪之身，竟敢擅闯9000岁府！慢！你回来的正好，本座有很多疑问，想找你当面问个清楚。我想问你，何为忠孝2字的真正含义？你什么意思？是您教我的。身为千户大人，就应该为朝廷尽职；身为义子，就应该为义父尽孝。这么多年死在我剑下的，真的都是该死之人吗？那你说呢？本座秉承皇上的意思，为皇上办事。和我作对的人，就是跟朝廷作对；忤逆我的人，就是忤逆朝廷的反贼。他们不该死，不该杀吗？我之前听到那些拥进城的难民在背后骂你。哼，无知小民！他们骂我什么？他们骂您宠信贪官，迫害忠良，骂您倒行逆施，以致天下大乱，民怨四起。如今灾荒连年，逆贼作乱，都是您一手遮天，把他们逼的。放肆！本座这就派人把那些妖言惑众之辈斩首示众，看看以后谁还敢在本座背后说本座的不是。天下百姓如此之多，你杀得完吗？难道你相信那些刁民的反叛之词吗？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回想过去的种种，我不敢不信。用不着转弯抹角，有话明说吧。3朝元老顾县城顾大学士，正直敢言，为我朝制定无数宏典伟制，到头来却落得个东临冤案的命运。兵部侍郎熊廷弼功在疆土，为国为民，却落得个贪污罪名，冤死狱中。左都御史杨涟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却难为阶下囚，惨遭酷刑折磨。够了！你胆敢指责为父的不是？义父，
扪心自问，你没错吗？颖儿，你真的错怪义父了。官场臣服，尔虞我诈，你不比对手强，就会被对手鱼肉。东林党人胆大妄为，我若不先下手为强，那么沦为阶下囚，饱受酷刑折磨的人，就是我了。为了要保护自己，而残害这么多的性命，义父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哪里错了吗？我也知道，杀了太多的人，可是走上了这条路，想回头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不，只要您肯回头，总是会有机会的。来不及了，就像你所说的，天下恨我、骂我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就算我真的想回头，也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眼下就有一个能让您赎罪忏悔的机会。哦，我听说义父手中有一个铁盒，只要义父真心诚意地将铁盒交出来，孩儿愿以性命担保，说服义父的对头，摒弃前嫌，与义父共同效忠朝廷。可是，义父，您就答应孩儿吧。好吧，看你情真意切，为父就如你心愿吧。孩儿这就帮你把铁盒交出去，并为义父解开过去的恩恩怨怨。恐怕你再也解不开这恩恩怨怨了。什么？有毒！哼，我知道早晚会有人盗走这个铁盒，早在上面放了剧毒，只是没有想到，中毒的人居然是你。叶红颜啊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当你不能成为一把为我所用的利剑，我就会亲手把你变成一把废铁。叶红影，你无处可逃了。叶红影，你中的是碧瑶霜，封住血脉，只能延缓你毒发的时间，没有解药，一定是必死无疑。叶红影，受死吧！9000岁受惊了，真没想到，我和红影居然闹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我们先进去歇会儿，吃点好吃的吧。我真的好饿呀。人员乖，咱们等人到齐了，一起再吃好不好？好吧，听你的。你怎么了？别碰我的手，我中毒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卑鄙，给你下的毒？别管我了，快带人员走。不，我不会扔下你的。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追！快走！站住！看你们往哪跑！上！呀！公公你。我是坏人好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救你。你为什么要反过来帮我们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赶快带着叶红影到菜市口
找一个卖字画叫季雨莲的女人，只有她才能救叶红影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们只有相信我。赶紧吧，时间不多了，应该超不过1个时辰了。什么？走。哦。你现在要是死了，那就未免太可惜了。将来我对付9000岁的时候，它就是我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剑。哎，看看，这把剑是我师傅传给我的，虽然是把断剑，短了点，但是配上这把鞘，嘿，哎，相公，发现你特别有学问。哎，你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好吧，那我们赶紧去找冬青姐他们，走。相公，哎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是锦衣卫，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，小少爷和大师兄肯定出事了。他们在这儿！快！正好！哎，正好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哎，这位军爷，正好向你打听个事儿，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少爷和大师兄啊？什么小少爷、大师兄？你们胆敢杀锦衣卫？哎，你们可冤枉好人啊！我们可没杀人。这里面就你们2个，还会有谁呀？哎，这位军爷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少跟我狡辩！没狡辩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刚从那边那灯市口大街啊走过来。行了，少废话，有什么回衙门说。上！哎，好吧。魔主，算了吧。你看，满大街都是难民，他们连饭都吃不饱，哪还有闲情逸致买你的字画呀？娘子说的是，不如今天早点回家吧。爹，他们好可怜啊，我想给他们点吃的。笨蛋，娘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多管闲事啊！孩子这么有善心是好事，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。请问你认识季雨莲吗？不认识。请问认识季雨莲吗？不认识。不知道。2位，请问认识季雨莲吗？不知道。咱们到前面再去问问吧。走吧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们想打听一个叫季雨莲的女人。是你们几位啊？大姐姐，是你啊？你是不是想我了，回来找我玩的？丹丹乖，你们快告诉我呀！一个跟你们一样卖字画叫季雨莲的女人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你们要找？快说呀！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我当然认识啦。丹丹，快告诉姐姐，她人在哪儿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她人现在就在这儿。是你？不，你们认错人了。丹丹，不许胡说。好奇怪啊，娘，你的名字本来就叫季雨莲，为什么怕别人知道呢？你们快救救英雄哥哥吧，他中毒了。你要是再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你们去找大夫吧，我不懂医术。可是东厂的太监告诉我，只有你才能救得了他。什么？东厂？你怎么越说越糊涂了？东厂怎么知道我娘子啊？魔主，你别问了。我知道你们能救英雄哥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们帮帮忙吧。对呀，大姐姐救过我，你就帮帮她吧。他哪儿受伤了？别乱说。既然你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，那你一定知道怎么解了。我不知道。你们不可能不知道，人命关天啊！雨莲，不管怎么样，就帮帮他们吧。这不是说话的地儿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好。
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